台湾帮屋致力伫咧提供上专业安心服务。自2019年起，结合台湾帮屋嘉南区品质发展促进会积极运作，已经连续侪档定期举办大师开讲系列讲座，曾经邀请包含专联会营务理事长李同荣、成功大学法律系教授冯昌宏博士、专业建筑师邱浩文、律师邱佩恩等各领域专家，分享包含不动产趋势、财税法规、交易安全等专业知识。每场讲座参加人数平均拢超过100人以上，甚至吸引其他帮助业者嘛来听讲，成效好评。这次大师讲座邀请到台南市地政局长陈淑美，以及消基会分嘉南分会主任委员黄雅萍来做分享。我们区域的重大建设一一在推行，所以大家对于台南的自住的市场或投资的市场都深具信心。那也让台南的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呢，一直都是维持在一个热络的状态。那么我们现在台南目前所有的这个公共建设其实是一步一步的到位。那包含我们的交通建设、南科北外环，好，那包含我们的铁路地下化的工程，那以及呢我们的20几个开发区，好，蓬勃的在进行。主办单位台湾帮屋台南市品质发展促进会会长张文龙表示，透过大师系列讲座，除了会当不断精进台湾帮屋业务同仁、本质效能以及业务技巧，以强化市场竞争力，更希望会当借由产业界专家分享，提供民众一个学习专业知识的所在。消费者如果对于我们这个都市计划整个规划，他如果了解的话，对消费者将来要购物啦，或是呢，购置不动产，都是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啊。那相对的就可以呢，让消费者呢很容易的买到呢真正他要的房子。台湾房屋要怎么样去来服务呢？让我们的消费者把消费纠纷降到最低。所以说呢，我特别呢情商云嘉南区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主任委员黄雅萍黄主任委员来帮我们分享。这次讲座总共吸引将近300名民众到场吸收买卖房屋知识，以及了解台南市未来发展趋势。主办单位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举办各种多元议题公益讲座，亲近在地，影响共好。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